喺呢段影片入面，想同大家講一講另一宗多年前喺終審法院審嘅一單涉嫌貪污案件，被告係前無線電視總經理陳志雲。陳志雲喺2009年奧海城垂直賭數活動主持智雲飯局，透過助理收取咗112000元嘅報酬。廉政公署認為陳志雲作為無線高層，但係接受咗第三方利益，係涉嫌違反咗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。案件經過多年嘅審訊，雖然一審裁定陳志雲係無罪，但其後律政司上訴得直，上訴庭判陳志雲有罪。陳志雲其後上訴去終審法院，到咗2017年，終審法院推翻定罪。法院指出第9條有2個元素：第一，僱員收受利益必須與僱主嘅事務或者業務有關；第二，呢個行為必須係損害咗僱主嘅利益。只有喺呢2個條件都成立底下，先至可以構成第9條嘅犯罪行為。換言之，條例唔係全面禁止僱員接受任何嘅外間酬勞，而係要睇下究竟呢個行為有冇影響到僱主嘅利益。終審法院裁定陳志雲主持活動並冇損害無線嘅利益，活動本身亦都與無線嘅業務冇直接衝突，甚至有證據顯示活動本身對無線其實係有益嘅，所以陳志雲嘅行為並不構成犯罪。法院強調，如果僱員兼職或者接受外間酬勞都被視為刑事罪行嘅話，呢個並唔係立法嘅原意。呢個判決澄清咗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嘅適用範圍，並唔係全面禁止僱員兼職或者收取外間酬勞，而係確立咗一個原則，就係只有收取利益喺損害僱主利益嘅時候，先至屬於犯罪。